I'm asking it to teach me things that I don't know, or help me solve problems that I otherwise wouldn't be able to solve reasonably. 老細，你估下你每個月有幾多個 booking 係客人冇出現、冇通知就咁白白 no show？你空出嚟嘅時間、準備好嘅人手就咁樣嘥晒，呢啲唔係意外，係一個可以用科技阻塞嘅漏洞。客人唔出現，好多時候唔係唔想嚟，而係好簡單咁唔記得咗。傳統打電話 confirm， 佢哋可能唔聽陌生人嘅電話。send email 打開率得20%，隨時入埋垃圾桶度添。你嘅提醒根本去唔到佢嘅眼前。個責任其實喺你度。解決方案好簡單，設定一個 WhatsApp 自動化提醒系統。客人一 book， 系統即時確認，佢安心，你都有記錄。提前24小時同2小時，自動 send 多個提醒，等成件事留喺佢 WhatsApp 最高嗰度，一打開 WhatsApp 就睇到。關鍵係90% 嘅 WhatsApp 信息在5分鐘內一定會打開，即係你提醒佢，幾乎100% 啲人會睇到，唔會沉喺大海入邊。算盤數，減少 no show 即係增加你嘅收入。假設你嘅業務每個月約平均收費800蚊，每個月總共有100個月約，平均 no show rate 有20%，即是每個月走咗20個客。使用 WhatsApp 提醒後，我哋嘅數據顯示可以減少高達35%至75% 嘅 no show 情況，保守估計可以減少35% 計算。每個月可以攞返20個乘35%等於7個，每個月新增收入7個乘800等於5600蚊，每年新增收入5000乘12等於67000元。係俾你睇，你投資嘅一個自動化系統，但收回嚟係實實在在幾乎純利額外生意。撈翻一個客，個系統嘅月費已經可以翻咗嚟。我係 Mark， 我哋專幫企業將操作流程自動化，等啲老闆唔使再睇住啲機會流走。想知道點樣具體設定？第一，下面留言 yes， 我免費 send 個自動化流程 sample 俾你，你可以攞去直接同你條 internal team 傾下，或者想傾深入啲，直接撳下邊條 link book 個時間傾兩句，我親自同你 share 啲你行業嘅成功例子。